水准在国际间现在丝毫不逊色，甚至部分的领域技术引领翘楚。事实上，台湾第一次接触西方医学是从100多年前的1865年英法联军之后才开始的。由于被迫开放台湾门户，西方的传教士可以来台传教，但是毫无缘由的要百姓信仰西方宗教，谈何容易？因此，具有医师背景的传教士们，透过行医解除疾病痛苦的方式，最能够赢得人民信赖。1865年，英国长老教会的年轻医师马雅各从高雄港上岸行医，在台南设立了台湾第一所西式医院，也就是现在的新楼医院，将西方医学正式带入台湾。然而，要让民众接受西式医术，又是一段栉风沐雨、筚路蓝缕的历程。这集《台湾演义》介绍近代台湾医学发展，首先带领大家一起认识台湾医疗宣教之父马雅各。1858年，中国清朝政府在英法联军战役中战败，签订《天津条约》，巨额赔款，开放港口，中国的古老大门因此大开，范围包括了东南方的海岛台湾。条约中还包括了外国传教士可以到中国自由传教，也为台湾开启了现代化西方医学的新业。当时最积极到东方传教的，要算是英国基督教长老教会的海外宣教会。宣教士们相继来到台湾传福音。不过，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要如何让黄皮肤黑头发、文化大不同的民众信仰耶稣基督呢？医术成了最快速的导入途径。1863年，海外宣教会发现，隶属中国清朝政府的福尔摩沙台湾还没有医疗宣教士。这时，一位在爱丁堡医学院毕业，曾经在德国、法国深造，正在伯明翰医院任职的年轻医师马雅各，当时27岁，正值人生的黄金年代，却愿意辞去稳当高薪，选择到遥远而奇异的东方岛屿福尔摩沙，展开他的医疗旅程。1863年夏天，马雅各医师搭上了波罗尼斯号轮船，经过将近140天海上的艰苦与不适，才抵达中国上海，随即前往厦门宣教区。在厦门见习传教工作的1年半时间，马雅各学闽南语。1865年，太平天国叛军占领漳州地区，厦门传教工作不得不暂停。英国总会转派马雅各医师前往台湾做医疗宣教。1865年5月28号，马雅各终于抵达现今高雄的打狗。这个日子是台湾基督教史上最重要的一天，也是台湾接触西方医学的起点。当时的台湾一府2路3艋甲，马雅各医师在打狗登陆台南府城落脚。主要是迄阵的台南市的人口大概有4万人，但是迄阵的打狗大概差不多2000人，就是因为迄阵的目标是要带台南迄阵叫做府城这个所在做医疗传道的事工。他先在看西街租房子，在低矮的平房中，前半部做礼拜堂，后半部当诊所，先讲道，再看病，最后领药。台湾第一家兼具传道的西医诊所就这么开张了。听讲，迄个时阵有受到非常台南府城真济可怜的人，因为早前看病，搁特别伫这个目睭，拢真济青眉，还是讲目睭疼的人，所以通过这个马汉港国医生做一个真好的治疗，搁免费。
在还缺乏系统化医疗的台湾，传教士们疗效快，又是免费治疗，看西街医馆大受好评。不过也因此引来当地中医眼红，开始造谣重伤。我想这个办法，甲挂出去。传播一寡谣言，就是讲，这款暗问医生因为胎死汗淋，摕伊的脑、补伊的目睭来做药啊，来医治，较有较好的效果。啊，所以伊当时迄阵的民众嘛，对这个对外国来的人，一方面恐会惊吓，一方面嘛排毒，所以造成一种抗争。散播谣言，还鼓动民众攻击马雅各医师，最后引发暴动。在英国领事馆保护下，马雅各医师离开台南府城。这个看西街医馆只维持了短短24天。迫害事件没有打倒马雅各医师继续在福尔摩沙奉献的决心。他退到有英国领事馆保护之下，现为旗津的打狗旗后，继续租房子，以新开张的旗后医馆医疗传道。这段时间，他深入原住民部落，向平埔族人传教。他的外国人长相让平埔族人以为是记忆中16世纪的荷兰红毛亲戚，得到热情款待。但马雅各医师念兹在兹的，还是要重返台南。终于在3年之后，1868年，他回到台南府城，在二老口亭仔角街开设教会和医馆，这也就是后来俗称的旧楼医院。马雅各医师开西式医馆，也训练本地人当医生，成为台湾人学习西方医术的开始。在一偶然的机缘中，发现平埔族人使用的是荷兰人的罗马拼音，这让马雅各医师有了新灵感。何不利用罗马拼音翻译新约圣经？加上当时的信徒几乎是文盲，懂汉字的人不多，罗马拼音的圣经正可以造福更多人。当时早期长老教会的圣经完全是罗马拼音，用台语发音，所以这个很有趣。这个跟你现在看其他的基督教会圣经是中文的，是国语发音，普通话。但是长老教会的圣经，你过去看是罗马拼音。我的老母唔捌字，后来就是通过这罗马字的拼音，一字一字安尼好起来。我的老母到今仔日，伊拢会当用罗马字的拼音来读一本的圣经了。1871年，马雅各医师任期届满，与妻子返回英国。但他在台湾的医疗宣教工作没有就此画下句点。回到英国后，夫妻俩前后帮助英国伦敦84位医学生成为海外医疗宣教士，其中有2位正是自己的儿子。马雅各医师深知教育的重要，还特地从英国寄回来印刷机、排字架以及签字共11大箱的印刷设备，让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有能力自印圣经推广教义，也促成台湾第1份报纸《教会公报》的诞生。1900年，旧楼医院的租屋处归还给屋主，搬到新落成的建筑，也就是现今的台南新楼医院，由马雅各医师的次子马雅各2世主持，子承父志，在此终身行医。马雅各医师父子2代照顾台湾南部民众的身体与心灵健康，无私奉献一切。在马雅各医师之后，第2位来台行医的医师是同样从英国渡海来台行医又传教的蓝大卫医师。1895年，年仅25岁的蓝大卫抵台，跟随着马雅各医师实习1年之后，选择在彰化成立台湾的第2间医馆。从此，台湾中部开始有医院，也就是时今的彰化基督教医院。当医术加上信仰、爱心所发挥的力量是无法衡量的。
曾经，兰大卫医师妻子割舍自己的肌肤去救治皮肤溃烂的孩子，成为传世美谈。而退休之后，他们的第二代兰大弼接手行医，父子两代在彰基医院奉献了75年，将人生最宝贵的岁月奉献台湾。西方医学在台湾中部的发展。中国民众拢对伊真崇拜，人讲南门的妈祖经，南门妈祖经，西门有兰医生，这句话是真普遍。 1870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的兰大卫，成长于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宗教世家，从小就有当海外宣教士的愿望。爱丁堡医学院毕业之后，25岁的兰大卫与老师休巴伯博士的一次会面，获得实践愿望的机会。当时，巴伯博士告诉兰大卫医师，任住在福尔摩沙中部的医疗宣教士卢嘉敏医师因为伤寒过世，当地需要医生前往接替。于是，1895年10月16日，兰大卫医师搭上了前往福尔摩沙的船只。没想到，这是一趟长达40年的航程，让他在台湾生根，创立彰化基督教医院。兰大卫医师先是抵达台南，他在新楼医院一方面学外科手术，一方面学台语。隔年1896年，台语已经十分流利的兰大卫医师前往医疗资源还很缺乏的中部，在彰化的西门租屋设立了彰化医馆。伊每次无患者来，伊就安尼去菜市啊，去拍锣，讲有上帝盼见囝哦，敲锣啊，讲上帝盼见囝啊，大家是讲是咧讲啥？那是外国人来遮咧讲上帝盼见囝，伊就来接我来。听，伊是甲讲道理，煞尾伊就讲，恁大家若有生高病痛，来西门来中华医馆，阮才有英国来的医生会当甲恁医好。老南医师当初来的时候，唯一的工具是2条腿，是靠着那个2条腿走路的，后来是才有脚踏车。所以，那个脚踏车是他们的急救的工具哈。他们大概每天就是骑着脚踏车穿梭在彰化大街小巷里面。竹床当病床，脚踏车当担架。兰大卫医师从简陋的环境中解决了中医无法医的疑难杂症，慢慢的就医的病患越来越多，他的病人一天可以有300-400人。到1903年，医馆变成每天有上千病患求诊、75床住院病床的规模。兰医师一方面向英国长老教会报告，请求经费补助扩建；一方面从这年开始，除了保留每天150名清寒免费看诊名额外，要求病患每次看诊付10分钱作为部分负担。到1905年，彰化火车站通车之后，求诊病患更多了，医馆继续扩建。1907年，彰化医馆更名为英利彰化基督教医院，也就是现在中部地区最大规模的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前身。1911年，已经42岁的兰大卫医师抱定可能会当罗汉咖，终身不娶。直到在一次外籍宣教士的聚会上，遇到也是从英国来，在台湾致力于妇女与儿童福利的连马玉女士。1911年的时候，他才认识，才在一次的那个宣教士大会的时候碰到他的就是连马玉女士。他连马玉女士的气质让他深深的吸引，所以他开始就
觉得他有希望，他就开始追求他了。结果1912年他们就结婚了。那在淡水红毛城他们举行了婚礼。那时候的男医生42岁，连马玉女是28岁。结婚2年后，1914年，蓝大卫夫妇的儿子蓝大弼出生。5年后，又生了女儿仁爱。孩子的童年都是跟台湾小孩一起玩，台语讲得非常道地。足趣味啦！伊细汉伫台湾大汉，伊囡仔时阵就是甲台湾的囡仔拢生做伙去安尼啊，甲台湾的囡仔嘛无分散车好呀，拢生做伙去。做去收水啦，钓鱼啦，去沟里收水啦，去我打水车啦，啥遐足侪代志。伊的册内底写得足趣味，讲伊细汉就是甲这台湾囡仔拢生做伙去，拢汤食骹，你知嘛？迄是台湾时代，迄种汤食骹，伫台湾走到大汉伊甲10几岁倒转英国要读册时阵发现讲英国的鞋因为伊脚骨镜头说开啦。真卡伫咧行行走甲开啊！伊咧车车讲，镜头是开的。一转去下校，我哋煞无因爸母煞无都找到适当的鞋穿，特别去定做去较宽宽的鞋穿安尼嘛。这是表示讲，伊甲台湾人囡仔是算做，伊台语讲有够好个，甚至甲伊退休了倒转去英国了，我若去欧洲过，我拢去甲看，我拢去甲看5遍伫见人去甲看，伊拢讲，你来足好个，我足欢喜个。我已经足久无讲台语啊，我真趣味啦，拢用甲我讲台语。伊台语足讲得足舒适啦，伊比咱讲的较道地的迄款标准的闽南语安尼。而且咱讲靠背。伊有那一寡口头语像讲咧爬楼梯物件关咧，要去个6楼去到7楼讲。靠背，什么物件煞袂记你摕安尼？伊毋是骂人啦，伊讲迄口头语，囡仔可能会走出来像讲有一个患者，我甲处理啊无好势啊，放入急诊安尼。伊讲，你是外科的中医师，你这个患者你处理安尼，你什么碗糕啊？伊这个话等于足好足到底啊，真趣味啦。1928年，彰化深港一位先生带着一个7岁大的养子周金耀前来就医，孩子因为走路跌倒，原本只是轻微外伤。隔天，他照常步行好几公里去上学，但几天之后，伤口开始化脓，并且隐隐作痛。男童的养父帮他擦发油和草药，却越敷越恶化。求神问佛，道士施法术，喝符水治疗，完全没效。无计可施的时候，听人建议找到蓝医生的彰化医馆。当时蓝医师夫妇带着小孩前往中国山东避暑，医院里的其他医生先为男童割除溃烂的肉芽组织。3个月后，蓝医师返台，男童的病情没有变好，几乎溃烂到几乎就是要变成骨髓炎。那骨髓炎的话，其实就是要截肢。可是，在那当时的时候，如果他的养父其实是一个农夫，家里非常的就是生活非常的清苦。那如果这个小孩又截肢了之后，其实造成家的这个负担是非常非常严重。那他可是就是男医师就是也很伤脑筋。后来男医师就在一本医典，在1915年的时候，这个一本医典看到，皮肤移植可以让新的肉芽组织长出来。后来男医师就想，他可能可以试试看，让唯一这个办法可以让这个新的那个肉芽组织长出来。所以他就是想，那开始就是想啊，如果割那皮肤移植，因为那个小孩已经瘦到已经是皮包骨了，那如果最好皮肤移植是从自体的那个皮肤来移植，那个成功率是最大。可是那个小孩是皮包骨，然后其实是不适合从他的皮肤移植，所以一定要有人捐皮肤给他。1928年，植皮手术还只是一项未经临床证实的理论，蓝医师娘却舍己救人，割她的皮肤来救周金耀。
耶稣都可以为人家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我割个皮肤给他又有什么呢？所以他就决定了，就是说他要把要割皮肤给那个小孩。结果男医师就真的就是在隔天的时候就施行这个手术，然后施行手术的时候就从他太太的腿上割了4块皮肤，移植在这个小朋友的腿上。那完成了这个移植的手术，那移植的手术非常的顺利，是那个，可是经过了4天之后，那个因为液体排斥，那个血肿得很厉害的时候，结果这个就脱落了，就是移植就是没有成功。经过1个礼拜之后，他就开始小小的从这个小朋友自体的那个皮肤去割，然后跟他做移植。那经过了大概2次的移植，后来痊愈了。为了救台湾小孩，蓝大卫医师毅然切取妻子连马玉右大腿上的4块皮肤，移植到周金耀的伤口上。这个故事在台湾医疗史上留名青史。不过，蓝大卫夫妇为善不欲人知，从来不曾跟外人说，一直到周金耀长大，当上长老教会牧师，在一次布道大会上说出的。讲男医师娘的皮肤虽然没有贴在我的身上，可是它永远贴在我的心上。蓝大卫医师一家人用生命爱台湾，他的媳妇蓝大碧医师的太太高仁爱，同样也有动人事迹。我甲高仁爱医师在中期服务的期间，拄到这个南山大出血的时阵，紧急来注血的时阵，紧急开刀的时阵，高仁爱医生伊拢讲，谭医师，你去开刀，我来准备血，伊就去检验室，马上抽伊家己的血来，我在开刀的时阵，伊就抽1罐血入来应付，来甲输血，开始输血，所以安尼救真济这个患者。蓝大卫医师在台湾行医，每5年回英国休假1年。他总是利用休假期间回医学院再进修。他在1925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荣获爱丁堡医学博士。内容是叙述当时台湾妇女多数人生产都是找产婆接生，用力不当导致膀胱受伤，很多人需要终身包尿布。蓝大卫医师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羊肠线缝合，这种技术台大医院在30年之后才陆续采用。1936年，蓝医师65岁退休离台。当他要从彰化火车站离开时，车站涌进了上千民众，在诗歌声中依依不舍地目送蓝大卫医师夫妇离开。离开台湾的时候，把所有退休金捐给医院，两袖清风地回到英国，连在伦敦买房子安身都没有办法。这伊查某囝或者囡，伊甲我偷偷讲，伊讲唔通互阮妈妈知，这间福摩萨是我老爸为英国回来时，为台湾回来时是拢空手回来，本来嘛无钱通买，就是伊的阿姐，就是这个蓝大碧医生，蓝大卫医生，伊的小弟Peter。因为伊无结婚，无人通甲伊继承，伊的遗嘱写讲一部分要蓝医生。两袖清风的蓝大卫医师回到英国，住在弟弟的房子。这栋2层楼砖房门口的小铁门上住着 Formosa 这7个字母，是老蓝医师用来怀念在台湾长达40年的行医生涯。老蓝医师退休之后，小蓝医师蓝大碧接手张基。他的作风跟父亲蓝大卫一样，人生以服务为目的。1980年退休的时候，蓝大碧同样把所有退休金捐给医院。
1996年，蓝大比医师从英国回台湾，接受当时的李登辉总统颁发的紫色大绶景星勋章表扬。之后，他回彰化，已经有上千民众涌进了彰化火车站，夹道欢迎。这摆人过来吼，非常欢喜，也我感觉有劲啦吼，一张手的劲落去涂骹。我伫英国也有劲哦，我生活有劲，伫台湾也有劲啊，台湾也有劲，英国也有劲，在做这边较正经，较歹讲。台湾较正经。咱袂当想象啦，这是无私啊，就是无完全无家己，就是干那方面。伊嘛袂去规划讲，我退休的时阵生活毋知变哪。伊嘛无想讲，爱有啥物财产的代志，拢。我甲看起都无迄个思想咧，伊就甲这个病就交做查头人，然后丢去教会咧，啊，大家继续经营，啊，这个病就成做一个无老板的病嘛，变做一个公益的病。那伊倒转去伫遐，咱去看伊做真清淡安尼生活吼。伊穿的意思，迄个时阵我去几多年，感觉嘛是拢穿衣书咧，对咱社会另外一种的。教师甲教育咧，这方面的应用可能比医疗或者更加大的应用嘛。来自加拿大，没有念过正统医学校的宣教士马偕，创建了北台湾第一所医院——马偕医院。不仅及时见证1885年的中法战争，救治了上百名伤兵，在没有专业牙医的时代，马偕更创下为牙痛病患拔除21000多颗蛀牙的传奇。此外，马偕说台湾话，娶台湾妻，终身以淡水为家，一直到1901年57岁壮年因喉癌病逝。这位比许多台湾人更台湾的马偕，到了21世纪。仍然对台湾的医疗有显著而深远的影响。1844年，苏格兰裔的马偕出生在加拿大。10岁那年，听到曾经在中国传教的宣教士诉说遥远国度的事情，让他对古老东方心向往之。27岁那年，马偕读完神学院的课程，加拿大长老教会海外宣教会批准马偕到中国传教的申请。不过他在启程之前询问其他前辈，发现不管是厦门、广州或汕头，都已经有了宣教士。于是他决定转到邻近的福尔摩沙试试看。1871年10月19号，辞别了故乡的亲友，出发了。沿途行经美国、日本、香港、广州、厦门。当船渡过蔚蓝的台湾海峡，朝向现今为高雄的打狗港时，静观情却的马偕在日记中写道：“这好像有一条无形的线牵引我到这美丽之岛去的。”伊坐船，当时无飞行机，是坐船。迄当时台南是一个真大的一个海港，所以来到台南的时。伊得到当时台南已经有宣教师，迄个宣教师是伫英国来。伊讲，伫遮我会当做啥物工？后来就带到高雄到打狗的所在。迄当时遐有一个李牧师伫遐，伊就讲，若遮拢有人已经伫遮工作，那安尼伊会当做啥物工？所以伊在想讲，无你会当去到有台湾的北部，遐无人伫遐，所以搭对。高雄坐船来到伫这个淡水，当时叫做河尾的所在。1872年3月，马偕在李修牧师的陪同下，从打狗搭船前往台湾北部，也就是现今淡水的护尾港。你看到淡水这所在，你感觉非常的水。
伊就讲，这个所在就是啦。意思是讲，上帝能感动伊，对加拿大通过到大陆来到伫台湾这个所在，果是伫淡水河尾所在上陆，伊讲这个所在就是啦。但是才到淡水，马偕就染上了疟疾。疟疾好了之后，马偕又感染了麻疹，还得了水痘。幸好总是能逢凶化吉。他到台湾第2年有得到疟疾，所以他书常常讲了，他那个疟疾发作的时候，他晚上那个嘴巴会打寒战，很冷，像那个寒流了，冰冷的河水里面的树叶一样。到天亮的时候，谁照顾他啊？才活过来。所以他身体很好，但是都已经被这样摧残了。被疟疾摧残不是只有他了，传教士很多。你到淡水那个外侨牧园里面，很多宣教士都死在这里了，大概都得那种病。疟疾等传染病的摧残没有打倒马偕来台湾服务的意志，他和其他来台湾的传教士一样，努力学台语，还向牧童请益，学最乡土的语言表达方式。我叫马偕，你叫什么名？你对来。Canada. 19世纪的台湾，相对于南部的人文荟萃与繁荣，北部开发相形较缓。马偕在淡水传教的过程中，受到不少屈辱，包括被民众丢石头、砸泥巴、放狗咬，甚至泼粪。伊当个传福音的时，伊遇到就是人家牵鸡卵、家破屎，甚至家讲你这胡鬚番家赶，因为伊流胡鬚，因为冇看到台湾人有流迄个喙鬚遮尔长，所以讲伊烦啊。当时护尾淡水地区的民众吃得饱、穿得暖，没有病痛就已经满足了。长得跟台湾民众外形大不同的胡须番，要来和民众谈宗教、谈上帝，与现实生活实在既抽象又遥远。有2个地方最反对，一个是艋舺，一个是三峡。三峡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有人用石头砸他，他闪过，那个石头裂成3块，最后他还送到多伦多那边去展览。艋舺的话，他盖教堂。盖3次，2次被拆光，这个教堂连根被插起，暴徒要打他不过他盖完就拆，你拆我就建，你就要建，而且他讲道的时候，有人拿大刀要砍他。在争取民众认同的过程中，马偕发现解决民众的病痛是取得认同最快速、最敦亲睦邻的方式。他在来台湾的第2年，1873年5月成立护尾医馆。尽管没有念过正统医学院，只有受过一些简单的医疗训练，马偕把在加拿大就准备好的一些药品，像是奎宁特效药金鸡纳霜，在护尾医馆免费发送给饱受疟疾之苦的台湾民众。除了赠送药品，马偕还发现台湾人的牙齿似乎不太好，他开始用一片木签帮人拔牙。他拔牙他的拔牙。那么拔牙为什么在当时很重要因为当时的人不知道去拔牙，他知道牙齿痛了以后他也不能吃，那要等到好几个月他自己掉下来但是呢，那个人的营养状况啦，还有他的免疫情形都变得很差，所以那时候就造成很危险，事实上也是很蛮危险。那他这个拔牙术呢，也挽救了蛮多人。马偕拔牙的过程不用椅子，要大家排队。接着他在大庭广众下，唱着奇特又安详的圣诗，又用台语讲道、发点心，还有教义问答。答对的人他就消毒，局部麻醉，接着拔牙。器具已经从最初的木签变成请人从纽约寄来的拔牙钳子。
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拔牙的总数目。前后28年，他写下总共拔了21000颗牙齿的记录。他到日本人来台之前，他总共拔牙21000颗，那是相当惊人的，所以变成拔牙拿圣经，变成现在他的一个标志。迅速地解决了大家的牙痛，让马偕赢得民众对胡须藩的信任。来到台湾6年后，也就是1878年，有人想要帮34岁的马偕做媒，她是马偕到淡水之后的第1位女教徒陈塔嫂。伊会感觉，这个胡须藩，伊所讲的道理袂歹，人也生了缘投，就讲啊无将这个来介绍给伊做某安尼。所以马偕牧师伊也带台湾的负责人，就是这个住伫五股区的这个长啊，所讲的长啊是足歹听，所以后来马偕伊感觉这个长啊名歹听，对啦，苍就是参名嘛，所以伊甲合做聪明，所以就甲带这张聪明来做伊的某。1879年这年，护卫医馆的病患越来越多。马偕一方面请淡水英国领事馆的林格等5位医官帮忙助诊外，一方面写信给加拿大的教会总会，表达希望把护卫医馆扩大的想法。得到一名同样姓马偕的美国籍妇人的支持。这位马偕太太因为船员丈夫刚刚过世，希望能纪念她的先生，于是捐款2500元美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马偕拿到捐款，感念船员马偕太太，于是新的医馆取名为偕医馆，也是现在台湾北部医学中心马偕医院的前身。他这边工作的时候，实际上国外都会有人支持马偕，定期要写信，所以有一个寡妇就一直支持马偕，所以他得到一个信息，他要盖一个医馆，所以有任捐给他2500块，所以马偕才在那个时候盖这个医馆。当时2500块算很大，是算相当大了。不过马偕当时盖的时候还是比较属于简陋，他可能没有了解到这个医馆今天会留到现在还变古迹啊，所以你看的话，那个都头盖出来。偕医馆在台湾医疗史上，因为发现全球首宗肺痔虫病例，声名大噪。有一个很有名的病例叫肺痔虫，就是全世界第一个病例，其实就在这边发现，是有一个水手啊，他知道呼吸系统致命，所以那边解剖里面发现里面有水蛭，这是那个这种东西进入人体第一个病例。偕医馆还见证了1885年中法战争，这场法国与中国清朝的战争，法国军舰炮轰淡水，足足有13个小时。当时马偕组织了救护队，将门板拆下来充当担架，冒险赴前线抢救清朝伤兵到偕医馆急救。当年马偕有训练门徒当那个，带学生信徒当那个救护队。那以前没有那个担架，就拆那个门系板，到前线去救伤兵。那照记载，120几个伤兵当场由战场送到这边过来了。马偕牧师除了替人拔牙，他还是一位教育家。1882年，他创立台湾第一所西式学校牛津学堂，也就是今天的淡江中学。为了提倡男女平权，他还建立了第一个供女子读书的女学堂，创立培育神职人员的台湾神学院，以及前身为淡水专校的真理大学。50岁之后的马偕深受喉癌之苦，到最后他已经讲不出话，用笔谈与学生沟通。马偕在1901年辞世，得年57岁。他在台湾整奉献30年，就此长年于淡水，成为永远的淡水人。从
使用了数千年的草药汉方，到接受涵盖更多侵入式的科学医疗，所需要的不仅是技术，更需要新观念的植入。近代西方医学在台湾以宗教为媒介而成功的导入，而宗教也因为行医成功，得以在台湾驻扎生根。当年的小医馆，如今都成为地区的大型医院，全年无休的继续服务人群。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传说下去。